在一項重要消息中，一個智庫呼籲政府為人工智能 AI 在學校的應用制定清晰的使用框架。有關呼聲正值一項調查顯示，大部分教師及學生已經每日使用 AI 工具之際，由我們香港基金會進行的調查共訪問了1200名教師及學生，當中大多來自中學。調查結果顯示，超過90%教師表示會使用 AI 協助教學及處理行政工作，而學生使用 AI 的比例更高，達到95%，主要用於搜尋資料及完成課業。智庫指出，教師普遍憂慮過度依賴 AI 可能影響學生的發展，尤其是批判性思維及解難能力。此外，教師與學生亦對使用 AI 工具時的私隱及數據安全問題表示關注。調查亦發現，不少教師認為自己在 AI 應用方面的能力不足，導致難以有效指導學生正確使用相關技術。基金會建議政府制定2項關鍵框架，其一是為教師提供指引，協助他們教導學生以合乎道德及負責任的方式使用 AI。其二是為學生引入循序漸進的 AI 素養課程，逐步建立對相關技術的理解。專家指出，只要有完善規劃，人工智能有助提升教育質素，並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。